為咗跟上世界嘅腳步，我哋成日喺忙碌中損耗咗自己嘅健康，缺乏睡眠時間，承受巨大壓力，失衡飲食習慣，連生活環境都遭污染嘅空氣彌漫。當我哋漸漸避免唔到呢啲不良嘅生活環境時，你有冇諗過你嘅身體靠咩嚟抵抗健康嘅衰弱？人一般需要160種健康元素嚟維持身體嘅正常運作，但係我哋都明白只靠調整飲食習慣係辦唔到嘅。為咗令人體更有效咁吸收營養，以提升身體機能 ，V-Leave 採用來自德國嘅高端萃取技術，針對人體細胞修復，設計出適合一家大細嘅日常營養攝取方案。當你感到疲倦不堪時，你嘅身體正向你發出細胞缺氧嘅訊息。每朝早飲一杯舒活，俾你一日充滿能量。舒活特別萃取瓜拿納精華以及整合維生素 B， 透過小分子技術，輕易滲透消化道黏膜，進入靜脈循環全身，令細胞呼吸釋放能量，修復身體受損細胞，恢復正常細胞功能，令你更有精神體力去完成人生目標。當你感到腸胃不適、消化不良時，你嘅身體免疫力正處於衰弱狀態。每朝早飲用養元，提升消化系統，增強腸胃健康。養元取自32種蔬菜同水果精華，整合全方位嘅營養元素，構建身體健康嘅基礎。其中成分植物性紫蘇油，更被譽為陸地上嘅深海魚油，富含Omega-3，有助於提升人體免疫力、降血脂同抗衰老，令你以最年輕自信嘅光彩開始每一日。長期日夜顛倒、睡眠不足嘅你，身體容易缺乏鹼性礦物質，導致長期性嘅疲憊感。每晚飲用礦寶，俾你優質嘅睡眠。礦寶擁有多個營養成分同礦物質，例如鈣、鎂、鋅、葉黃素、氨基酸等，透過營養排列工程滲透細胞，促進幹細胞造血，中和酸性體質，從而改善睡眠品質。氨基酸更可以抵抗歲月喺你身上留下嘅痕跡，強化你嘅細胞健康，令細胞更有效吸收營養，促進身體健康。V-Leave 希望同你一齊營造健康同自信嘅生活，活出生命嘅色彩。